个是港式料理里面很经典的部分嘛，百花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说我们今天的百花是用素食来呈现。那一般我们的百花就是虾子嘛，哈，对，还有像花枝啊这些海鲜类的东西。那今天这一道如意卷呢，它搞刚的就是待会儿呢，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不是。不是蛤啊啦，也不是猪油，这个是冬瓜。这是冬瓜。我们冬瓜买中段，中段它比较软，买大条一点的，是大条，它不会像表皮，这边是表皮，它比较硬，这边就是有囊的地方，它比较柔软，那我们把它切一个我们要的大小，大概就是个长方形这样子，那这个时候就在家里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，我们用片的，那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慢慢的来。看似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它不断又厚薄差不多，这真的就是功夫了。那就是可以透过去，可是也不要太薄，也不要太厚。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吗？你看，像一片白纸一样哦，非常非常的均匀哦。待会儿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片呢，冬瓜片呢，来做我们今天的如意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盐巴撒，不要太多哦，就是少许这样子，让它均匀。那撒完之后，我们用手稍微抹一下，手抹完之后，来我们就把它叠起来，它就会正面反面都会有，都有。运用这个软化的时间，是，我们来炒它里面的馅料。OK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的百花呢，有看到呢，木耳都是当今最夯的这个食材了哈，还有红萝卜就不用讲了嘛，还有这个香菇是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玉米笋，对，跟我们的金针菇，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芦笋，对，这个芦笋呢千万不要去买那个很大只的，你就买那个很细的。现在有一种那个品种，它非常细哦，甚至以马伯黑的盖瓜的部分，不会，拿回来直接切丁啊，就像今天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一样不好熟成的，我们先下红萝卜。红萝卜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，它就是需要油脂去带领它出来。是，不用炒得很厉害，它马上很快，很快它就透了。那再来香菇。香菇下的用意就是说，香菇菌类里面会有一些菇水，那菇水的水分就会有一些菇本身的味道。那我们把它炒制过后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好像爆香的效果。就像菇类呢，都是把水分呢逼掉之后呢，挥发掉之后，对，才会有香气哦。对。那玉米笋，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吃玉米笋呢，可是玉米笋好营养哦。我看今天俊豪把它全部都放在这里面，可能就也会让我不知不觉把营养就吃进去了。对，我最喜欢帮妈妈做的事情就是说，你小孩子什么不喜欢吃，你跟我讲，我会把它藏在我的料理里面，然后等他今天吃完的时候，他说有吗？我有吃红萝卜吗？有，你吃了很多。再来，我们就把芦笋。芦笋、红萝卜跟那个木耳，我们一起下没关系哈。其实今天你会选择用这个木耳跟金针菇哦，是不是这两个食材因为在煮的过程里面会有一点胶质出来？对，待会儿在包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不会散这样。是，那我就不用在太多的粉类或者是去勾芡它，还是会补一些啦，是，还是会补一些。那麻烦厨娘帮我拿一点水，我们用一些水哈，再把所有食材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透过水分把它融合在一起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金针菇。因为我都还没有调味，我都还没有调，我就是要试等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的味道，再来决定我们今天要下多少调味料。金针菇也软化了，水分也滚了哈。那这时候我们来下一些味道，
我今天是做白色的哈，我今天就没有放酱油。那胡椒粉带一点，胡椒粉也不要太多，太多也是会暗掉哈。然后糖，糖会增加食材的厚度、味道。我们这个料理也有厚度的哈。对。像我做菜一定都特别有厚度。对。那我们不要煮到它绿色变黄色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在下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把火关掉。你这个时候你下去在搅拌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说我一下去我勾芡的粉就熟了，就不均匀。那今天我们用玉米粉，我们没有用太白粉，用玉米粉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包裹在冬瓜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不能看到汤汁，不能看到汤汁。不然你等一下在包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不好操作。要炒到了你浓我浓啦，但是不能有这个汤汁，因为你汤汁的话，你待会就很难包了哦。对。就像这样子。有点黏又不太黏。对。人际关系也要这个样子哦。那我们起锅前，我们下一些香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到容器里面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堆叠在一起软化的，它现在已经变得这么软了。真的耶！所以它等一下会非常的好包那我们一样，我们就在砧板上面操作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撒一些玉米粉也好，太白粉也好。我们因为有这些东西，它就粘在一起了。对，我们让冬瓜跟我们的百花馅再更 match 一点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们就一次把它摆上去。我们这一卷，这一折，先折过来。好，先折过来，这个我行。折过来之后，我们再一卷。对，折过去。他好像不太听话那你说要乖乖你看。他就马上乖了，有没有？他听你的话，他听不懂我的话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再卷一次，再卷过去。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这样卷过来？可以。然后再把它翻过去。我头脚薄啊，那较紧啊。太棒了，好。我卷出兴趣来了，老师你可以去做别的了。是。然后我们再把它移到我们的盘上。老师很详细解说的时候，我就来尝尝里面这个百花馅。其实我们在厨房学料理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要先学会偷吃，不然师傅做再多，我们都是眼睛看不到味道，一定要吃过，把这个味蕾，把这个口味记起来，然后去模仿师傅的口味跟味道。你看，老师连我偷吃都可以找到非常美的名目呢，把它呢，修饰过去哦。不愧是名师。那我们把卷好的这个百花卷，我们就放到蒸笼。还要蒸哦？它更快，因为冬瓜是生的。对，冬瓜是生的。那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不要超过5分钟，蒸汽上来，蒸汽上我们再蒸的话大概是3分钟。因为馅是熟的，然后皮很薄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熟程度。我觉得这一道非常养生哦，而且很适合减重的观众朋友，因为冬瓜本身呢，它就是有饱足感嘛，因为它水分又多，所以呢，热量又很低。通常在减重的食谱里面呢，很常用到的就是这个冬瓜汤。但是每天吃冬瓜汤真的也会怕哦，所以呢，倒不如呢学一下今天俊豪带来的这一道呢百花如意卷哦，而且吃素的朋友呢也可以吃哦。好。今天呢，俊豪给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如意卷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安鸡呢，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
闻到这个香气了啊。那一样，同样我每次都会鼓励观众朋友，有时间一定要先做看看，你就会觉得说料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当然，老师说当然，所以有问题找他，不要找我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俊豪，不会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，请俊豪再来跟观众朋友分享好吃的这个粤菜。